我找他做搭档，是因为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回到半年前查明我老师死亡的真相。后来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他，现在被他知道了。为什么不早点说呢？你早跟他说了，他还为你两肋插刀呢。我以前是一个完全没朋友，从小到大都是，所以我真的不太知道应该怎么开口。你说陆光瞒着你，骗你做任务，你很生气也很伤心，这些我都理解。你说他做任务都是为了自己，那盛春昭是怎么被抓的呀？双海是怎么报的正中啊？还有陈潇，哪个他没有伸张正义，哪个他没有帮到别人？因为他善于伪装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应该是近墨者黑吧？可是我怎么觉得我那不靠谱的弟弟现在变得越来越积极，越来越有担当了呢？这有什么理由？我自己不能变好，你变好只能靠他。你就是因为他变好了。你们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，可我却因为其中一个人而选择欺骗另外一个。对不起啊。你长大难了，这真诚点就那么难吗？就算你跟我，你干嘛呀？哎不，哎呀，至于吗？我也不奢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是在为以前犯下的错误买单。现在照片也没了，但老师的死因我还会继续查，用我自己的方式。不管结果如何，至少现在有一点我是可以确定的，就是我以后再也不会骗你。